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。唔知大家有冇遇到有時化妝化完出嚟好似仲老過唔化妝咁樣喎。其實有時呢個未必係關於化妝品嘅問題，係關於化妝技巧嘅問題。今次我會用同一套化妝品，用唔同嘅化妝技巧，化出唔同感覺嘅妝。一邊就會年輕10年，一邊就會老10年。40加嘅女性更加要學識呢個化妝技巧啊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會用偏粉紅色嘅 Makeup Base 搽滿全面。我會用化妝泡平均推滿全面。今次我用 Foundation Cushion 做我嘅粉底。通常個底妝顯老呢，都係因為個粉底太厚，尤其是第一下上粉底嘅時候呢，就即刻落喺眼底附近。通常第一下落嘅粉底嘅份量會比較多。如果落喺眼底嘅話呢，就會令到成個妝就會更加厚噶啦。呢個都係一個顯老嘅原因。其實減齡嘅做法呢，就係令到個底妝盡量透薄。咁你可以首先用印嘅方法啦，再輕輕用拖嘅方法將個粉底拉薄少少，跟住到碎粉嘅部分啦。同樣啦，第一下就落喺眼底嘅話呢，會令到成個妝更加厚。同埋用pot上都相對都比較厚身啲嘅。另外一邊減齡嘅做法呢，我就會用化妝掃去上我嘅粉底啦。咁佢就會輕薄好多啦，同埋會比較自然啲。眼底部分呢，我會用細嘅化妝掃將啲碎粉上去，咁就會更加自然噶啦。跟住就到畫眉啦。今次我會用啡色嘅眉筆。通常顯老個妝條眉畫得太深色，尤其是眉頭，令到條眉太實色又唔自然。自然嘅畫法呢，就係上色嘅時候盡量輕力，眉頭顏色最緊要輕手，亦都可以用眉刷呢將眉頭刷鬆，顏色更加自然㗎。跟住到眼影部分啦，今次我會用啡色嘅眼影。通常眼影顏色太重手都會令到成個妝更加顯老。其實化妝呢，唔適合一次過攞太多㗎，應該逐少加上去。當眼影攞得太多嘅時候，就會顯得好濃妝㗎喇。顏色深色亦都好難推勻，令到成個眼影太實色。下眼影太重手亦都會令到個妝更加老。跟住啦，就到畫眼線嘅部分啦。雖然我用啡色嘅眼線筆，但係如果我畫嘅眼線太粗嘅話呢，都會令到成個妝好濃。尤其是下眼線，最好唔好用眼線筆畫啦。另外一邊做法呢，其實就係少量咁樣上眼影，唔夠先再攞，咁會比較容易控制顏色。下眼影呢，亦都需要呢自然少少，唔好太深色。眼線呢，亦都可以畫條幼幼嘅內眼線。咁樣出嚟個眼妝呢，就會自然好多啦。下眼線呢，亦都係只要畫1/3嘅位置，跟住可以再用一支扁身嘅掃呢，將個眼線嘅顏色推鬆佢，係咪自然好多呢？跟住到陰影部分啦，我會用呢隻啡色做我嘅鼻影。同樣問題。鼻影粉攞太多太重手呢，都會令到成個鼻影太深色。雖然望落去好似好立體，但係其實呢個妝呢，亦都係好顯老，因為而家唔興咁重嘅鼻影噶啦。到另外一邊呢，我攞鼻影粉嘅份量呢，亦都少好多，畫落去嘅時候亦都輕手啲，唔好太大力，出嚟個鼻影呢，就會自然好多噶啦。同埋鼻影我亦都分段去畫噶，唔係一條線過，大家應該都睇到分別啦。跟住到瘦面嗰部分啦，亦都係啦，一邊呢就用比較重手啲嘅陰影去打，望落去呢，雖然好似塊面瘦啲，但係亦都係因為太深色嘅關係呢，令到成個妝好濃。而另外一邊呢，就輕手少少，用嘅份量亦都係少啲嘅，擦出嚟嘅效果亦都比較自然漸變。呢一個亦都係減齡妝嘅秘訣嚟㗎。
當然鼻梁中間位置都做返光影，鼻頭啦、下巴位置。好多時啲人都認為咧喺眼底做提亮咧，望落去咧會精神啲。但如果搽得太白嘅話咧，個妝感亦都係會太過誇張噶，出嚟效果亦都非常之唔自然。另外咧，眉骨同埋虎紋嘅位置咧，都唔可以搽得太閃嘅顏色，出嚟個效果亦都係感覺唔自然。另外一邊咧，亦都會用翻輕手啲嘅做法啦，可以將閃嘅光影同牙面嘅光影兩溝，出嚟效果會比較自然，唔會話太誇張。自然嘅光感係好緊要噶，虎紋位置亦都係適合唔好用閃嘅顏色，我哋用牙面嘅顏色。跟住到胭脂啦，通常呢啲人都話啊，你微笑呢就可以揾到個蘋果肌位置，咁你就可以喺呢個位置搽胭脂啦。但如果你想減齡嘅話呢，其實呢個位置呢唔係太理想，因為佢比較偏低。建議呢可以喺蘋果肌高啲嘅位置上個胭脂，佢有修容效果之餘，亦都令到成塊面 lift up 咗。用泡輕輕引開胭脂，大家都見到成塊面呢亦都可以即刻提升咗啦。最後到唇妝部分啦，一邊呢我就會做得比較實色啲噶，填滿晒成個唇形，出嚟效果呢就會比較成熟啲。減齡嘅做法呢，我會先用唇筆描繪咗成個唇形，再填滿咗唇嘅顏色。呢個係偏啡啡地嘅顏色嘅唇筆嚟嘅，跟住再 on top 加少少唇膏嘅顏色，咁出嚟嘅效果唔會太深色，亦都比較自然啲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兩邊嘅分別，係咪真係差好遠呢？今次就示範用咗同一套嘅化妝品啦，用咗兩種唔同化妝技巧，大家可以睇到個分別啦。只需要用一個正確嘅化妝手法咧，係可以化到一個令到自己咧望落去更加自然啦、舒服啦，亦都可以提升到質感嘅妝容。希望呢個短片都幫到大家啦。如果大家對任何化妝美容有任何疑問嘅話咧，都可以片下留言嘅。如果大家對一對一個人化妝品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片下揾到聯絡資料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